上星期半島開餐陪住大佬嘅係甘比，6月一齊去飯堂福臨門開餐嘅都係甘比，再之前都係甘比，咁呂麗君呢？最近大佬突然暴瘦，令外間關注佢嘅健康狀況，見親嘅仲要都係甘比陪佢出入，唔見呂麗君嘅原因係。我哋收到獨家消息，其實呂麗君同埋大佬因為性格不合，分開咗年幾啦。和平分手嘅一對仔女就交由呂麗君照顧，大佬每個星期都會探佢哋。呂麗君之劉家日記，大佬紅顏知己無數，同寶詠琴離異之後，亦講過會考慮再婚。不過直到01年同埋02年分別邂逅咗呂麗君同埋甘比之後，大佬就冇再傳出緋聞啦。而呂麗君嘅名從此除咗會出現喺大佬嘅私生活，亦會喺劉家嘅生意有關華智嘅新聞出現。佢係喺01年即係識大佬同年加入華智嘅，而入董事局呢，就係12年7月嘅事。不過翻查資料，佢哋兩個對上一次一齊公開亮相已經係舊年4月24號大佬送別亡母嗰陣啦。4日之後，華智仲發通告指呂麗君辭任執董職務，話就話因為呂麗君想放多啲時間喺其他商業同埋慈善事務上面，唔知同分手一事有冇關呢？而佢尋日就透過助手發聲明否認有男朋友，指家庭同埋屋企人嘅健康先係佢最關心嘅事，但就冇回應係咪同大佬分手啊。明星奧運會，明星奧運會有我何佩 Gina， 有我張建聲，有我黃宗耀，後日喺灣仔修頓室內場同大家見面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